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以西结书39章第7节到第8节，21节到29节，罗马书第8章26节到2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大求。牧师真爱听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，伊的歌名叫做《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》。这个第2节的歌词中间有一句安尼写着 ：He cares and He knows just how much you can bear. He'll speak your name to someone in prayer。中文的翻译将这个歌词放伫第1节。讲主关心，而且伊了解你会当忍受偌济，伊会将甲别人为着你来祈祷，就是讲叫别人为着你来祈祷啦吼。这就是保罗咧甲罗马教会所讲的话。伊跟遮个人讲，大多数是即个外邦人。伊也讲，就算是咱伫软弱的中间，咱毋知影要安怎祈祷，毋免烦恼，因为上帝知，上帝伊真旨意，并且用圣神真热切的甲咱关心，并且是为着咱祈祷。保罗讲，相款咱的软弱有圣神的帮衬。原来毋知要怎样祈祷，但是圣神亲自用言语所袂通表达的吐气，来为着咱上帝来求讨。观察人的心的上帝知影圣神的意思，因为圣神是照着上帝的旨意，替伊的子民来祈求。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是安尼讲，而且咱的软弱有圣神的帮衬，咱本地毋知影怎样祈祷，只不过是圣神亲自用讲袂出的吐气替咱来祈祷。讲袂出，就是伫新的翻译讲言语无法度表达出来，这个吐气来为着咱来祈祷。但是上帝明白，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想述落来的怜悯。这种的大疼痛，为了人类的牺牲，并毋是人用言语会通去表达的。但是就亲像耶稣基督伊所讲的，既然是爸所想述互我的人，一定会当来到伫我遮，到伫我遮来，我总袂弃杀你。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37节的经文所讲的。上帝疼世间人就是安尼，也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所讲，上帝甚至将伊的独生子来赏赐互因，伊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未得到灭亡，反倒转来得到永生。也因为人信靠上帝，上帝就会尽伊的全力来保护属于伊的人民。对伫以色列先知迄个时期，伫迄种死亡的境界，好若亲像活伫死亡国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讲，因会通有上帝来应允因的保守，会通讲是上大的福分啊！先知传达上帝的话，甲以色列人讲：我要我的子民确实认捌我的圣名，我绝对无搁再互我的名受到侮辱。安尼，列国就知我上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讲：我所有过的迄一天一定会来临。
这就亲像迄个大笔伫诗篇23篇所讲的，上帝是为着家己的名，带咱行义的路。共款讲，伫即个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上帝是迄个陪咱行过死荫山谷的上帝。以色列先知又搁讲，上主讲，我要互列国看见我的荣耀，互因看见我怎样运用力量执行我公义的审判。对迄一日了后，以色列会知我就是上主因的上帝。列国将要明白以色列是因为得罪我受放逐的。我离开因，无看顾因，互对敌来攻打因、杀害因。我对因的误会、邪恶施行报应。我气杀因，无看顾因。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但是我要怜悯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。互因来重整这个家园，我要医护我的性命。因定心安居伫家己的土地顶悬，无搁再有人威胁的时，因就袂记得因为背叛我所受的侮辱。为了互列国知我是神圣的，我要对敌人遐将因来带倒转来伫本土。迄个时，我的子民就要认捌我是上主因的上帝，因为进前我放逐因，即马搁调集因，带因倒转来因的故乡，这一个也无留落来。我要用我的灵来管压以色列人，因无搁再气杀因。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啊，所以会通搁一摆重新回到伫上帝应允之地，当然这是上大的祝福啊！这就是迄种以马内利上帝同在的应允，无论是伫什么款的境遇、困境，还是危险的中间，拢有上帝的保守恩典的同在。当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阵，咱应该爱有什么款的态度呢？历代志下14章11节提到着亚撒王的态度以及伊的祈祷。亚撒上帝，伊的上帝讲：上主啊，你会通帮赞弱小的军队，也会通帮赞强大的军队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现在求你帮赞阮，因为阮倚靠你，阮奉你的名出来，甲这个真强大的军队来作战。上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无有人会当打败你。就亲像上帝甲约书亚所讲的话，得刚强壮胆。首先，基督徒应该爱会通愿意承认家己的软弱甲不足，才会当上帝来祈求。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的批的时，也安尼来教导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到第10节，保罗讲：伊却回答我，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，因为我的气力伫你软弱的时阵来显得上刚强。因为安尼，我特别欢喜夸耀我的软弱，通好互我感觉基督的气力伫咧保护我。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愿意忍受软弱、
无万困苦艰难甲迫害。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，什么时阵我就刚强。像即款承认软弱的态度，咱就会愿意来祈祷、祈求上帝，也会通伫即个团契生活顶悬、教会生活顶悬，来彼此代祷、彼此扶持，也愿上帝的保守来看顾咱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。上主啊，你所做哈尼大多，拢是你用智慧所做，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。伫遐有海大搁阔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的活物拢有。伫遐有船在行，有你所创造的海兽游来游去，才会拢在靠你。你照时互因食物，你迄互因，因就捡起来；你踢开手，因就有好物食甲饱。你的面越走毋看因，因就烦恼惊吓。你将因的气收回，因就死去，归伫土粉。你一个分开，因就受创造。你互地面拢换新，愿上主的阳光永远属存。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，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称烟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来吟诗，我要活地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歌学乐。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愿罪人对世上消灭，愿歹人拢无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体谅阮的软弱甲需要，不但赐福予阮。也互圣神为着阮来代求，会通得到上帝的保守甲赐福。求主教示阮怎样来祈祷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